在地人在日前看过这个婚姻来看家己的消息，火鸡肉饭是家己真有代表性的平民小食。不过，当这个家己人到外县市去打拼，想要解一个乡愁，想要食一个故乡味，其他所在鸡肉饭敢好都满足因。家己人讲因为家己用是食个较杂种的火鸡肉，并且配合这个油葱、酱菜，还有淋这个独门的酱汁，只要都成就一碗呢。卖茶又搁好食的火鸡肉饭，这甲其他县市的鸡肉饭比较起来，口感甲滋味真正有差，这才是真正的故乡味。小小的白饭放火鸡肉片，用一寡油葱搁硬一片酱菜，当然还搁淋特制酱料。这碗正港的火鸡肉饭是家己上较有代表性的平民美食，也不过若离开家己火鸡肉饭，味敢有走去？因为你食无好食，遐个迄落，我感觉较香啦。那在地人安尼讲，离开故乡的家己人嘛，讲真歹找到故乡的滋味。台北有的鸡肉饭，它给它就是那么讲肉用烘太干了，然后就是嘉义的比较刚刚好。同款拢是鸡肉饭，到底差伫倒位？来看卖，家己版本的就是油葱酱汁，不过外地版本有人淋牛仔龟，有人淋豆油，上个要紧的就是要有一个撇步，用的是火鸡肉，是鸡肉。他们有可能是用一般的鸡肉，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。还有我们的油葱酥，还有火鸡肉饭的酱汁也很特别。用使会使维持火鸡肉的水分甲口感，才都成就一碗正港好食的火鸡肉饭。嘛无怪家己人一直讲，外县市鸡肉饭无法度解乡愁。